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在妈妈。今日我要甲大家介绍的作品是一把看了心内会真烧热佮足恬静的图。这幅图是画两个手举歌灯的囡仔，伊画面的中央是一个查甫囡仔，伫正边佮徛一个查某囡仔，这两个囡仔一人举一支歌灯。这幅图的寸尺无细，这两个囡仔是2/3的身悬拢有画出来，敢若无画到骹。所以伊的身躯是真大身，互人感觉真有分量。这幅图除了这两个囡仔举因的歌灯，内面就拢无别项物件。这两个囡仔的背景嘛是完全是空的。咱若较斟酌看，这两个囡仔的表情无咧笑，抑佫看会出讲，这个查甫囡仔是足专心咧看伊举的歌灯。边仔迄个查甫囡仔嘛真用心咧看，毋过看的毋是伊家己举的，是看迄个查甫举的迄拍伙。因两个举的歌灯生做无相共，查甫举的迄支是白色用纸凹凹式的歌灯，即款即阵要看会到。迄个查某囡仔举的歌灯，我都毋捌看呀，因为伊是一个四角像一个饼壳啊，迄款形，毋过伊四个角佫磨做圆的。而且这个歌灯顶头佫是彩色的，画两粒足大粒的桃啊。这两个囡仔徛伫直，目睭看歌灯，因的动作差不多是拢总停伫遐。这甲一般想象的活泼，也是做爱叮当的囡仔真无相共。这两个囡仔看起来是互人感觉足有规矩的款，佮加上因穿的衫真身形，看起来两个囡仔真有气质。这幅图会互人感觉足烧热的原因，就是伊内底足侪光。这幅图内底光画甲真幼咯，若这歌灯会发光，这两个囡仔甲伊后壁的背景拢亲像咧发光相共。林马琴老师伊用足侪黄色、无共款的黄色去甲这歌灯的光画出来，而且照伫一个查甫囡仔的面，抑个因的头毛。特别是因的衫顶头，咱若斟酌看，迄个查甫囡仔穿的衫是蓝色的，毋过会当看到遐个光线的变化，含迄个查甫的头鬃嘛拢笑甲变金金，而且迄个背景虽然是空的，毋过会当看到无共黄色的变化。规幅图看起来就是歌灯烧出来的黄色。这幅图是1952年完成的。嘛摕到迄当第19届大洋奖的特选。大洋奖是大洋美术协会举办的，这个协会自日本时代1934年就成立，内底拢是咱即阵知影的伫日本时代足出名的画家。迄当阵因的想法，敢若是要有一个台湾人家己创作，也佫会当家己处理的艺术平台。所以因会办足侪展览，也嘛会办比赛。伫战后的初期，当咧开始讨论东洋画，也就是遮日本画家画的加彩画，敢算是国画，敢要列入去比赛项目的时阵，这个台洋美术协会变做是迄时受过日本时代美术教育的遮个艺术家，因会当发表、会当交流的一个所在。也若讲到林阿琴老师，拢会介绍讲，伊就是过雪湖的牵手。其实伊是一个真有才华的画家。伊小共是乡原古统新生的学生啊，也嘛因为乡原古统的介绍，伊甲过雪湖结婚。当初因两个人结婚的代志，也佫有刊伫报纸内底。是安怎？因为一个迄当阵已经真出名的画家。
甲一个大场弟真好野人留的千金结婚是无骗金的。这甲迄当阵日本政府要推杀卖弄费，也个按照家己意愿自由恋爱来结婚，毋是买卖的一款形式结婚相共。其实林阿琴伊是养女，嘛是伫大场顶出世的。自从伊去因养爸因兜了，因养爸的生意怎愈做愈大，哪赚哪侪钱，而且伊的养母嘛连续生足侪囡仔，所以因规家伙拢做疼一个养女。伊本地高女出业的时阵，嘛有想要去日本留学，继续去读册。毋过伊的养母毋甘，落尾伊怎留伫台湾读迄当阵台湾唯一的一间互查某囡仔读的女子大学，迄时叫做台北高等女子学院。伊伫即间学校出业进前，自17岁开始，头一摆参加大典就得奖啊！作品叫做《美人蕉》。18岁加当当，伊个画一北南国小港入选大典。佮过一冬，伊画黄叶花嘛佮入选。若要连续3冬拢入选大典，是真无简单的代志。这也代表讲，伊是真正真有才华。毋过伊结婚了后，就专心去顾囡仔，为着要照顾家庭甲6个囡仔，伊就无佮画图啊。经过15冬，一直到1950年代的时阵，伊的囡仔拢较大汉啊，伊才佮开始举笔画图。另外，伊是一个真会煮饭、真会做衫，甲厝内看甲足好势的人。因兜有真侪画家、地方高人，拢会伫遐出入。伊做会煮食，时常拢会传足侪料理，请大家食。伊本地是拢画花草、画鸟啊。伊后来1950年代佮开始画图的时阵，伊特别去请单子甲教，伊要画人，特别是画伊的囡仔。这把元宵就是迄当阵的作品。其实林阿琴老师伊敢若这段短的时间有画人，后来伊就佮开始画花较济啊。而且林阿琴甲伊共演的画家比起来，较无相共的所在，就是画囡仔毋是穿古早衫，是拢穿现代洋装的囡仔，也嘛展现出台湾迄时现代家庭的生活。元宵这幅图画是伊的2个囡仔，伊的囡仔对这件代志也阁有记忆。因查某囝捌写讲，因妈妈讲画人的时阵，眼神足重要的，所以拢会叫因拢袂使叮当。毋过囡仔人要徛点点，拢莫叮当，实在是足艰苦的。小共因后生嘛捌讲，因为伊甲单进的后生年岁差不多，所以特别若要对因妈妈去单进老师遐学画图的时阵，伊拢足欢喜，因为会使去甲因佚佗。林阿琴伊对家己的要求嘛足悬，伊逐工是无用甲囡仔去困，才有时间画图。而且若单进来因兜开讲的时阵，伊就会赶紧家己的图摕出来互看，甲请教。我有读到一段文字，嘛感受到讲2个画家组成的家庭，厝内底的艺术教育有影是特别严格。伊的囡仔也捌讲，因厝内种的芎花半暝要开的时阵，因老爸老母会赶紧甲因拢叫起来画即类花。虽然因拢足爱困，目睭强要闭袂开，也是都爱起来画花。林阿琴当初读的台北女子高等学院，这间学校是拢有帝国大学的教授去甲因上课。毋过除了这个学科的课，因嘛上袂少家政课，所以因兜6个囡仔穿的衫，拢是伊家己设计、家己做的。衫的配色甲真侪细节，拢足讲究。因兜囡仔的头毛嘛是拢伊家家的。虽然为这幅图内底这2个囡仔穿的衫，因的头毛就会使看出林阿琴伊的美感，也嘛看会到1950年代台湾人穿插变西洋化。落尾咱来讲掠歌丁这件代志。台湾的上元节是自17世纪就对头一批移民传来到台湾。
上元节的风俗，我有详细写伫台湾风俗讲互你听。这本册内底有电子册嘛有写册，大家会使去找来看、找来听。上元节这个名是因为有中元也佫有下元，毋过会叫做元宵，应该是正月月圆的头一个暗暝，所以号做元宵。这是过年要结束的一天，所以伫各地方拢有无相共的活动，也嘛真济拢甲歌仔灯有关系。有的所在是甲歌仔灯吊伫门口，有的是会留热迎灯牌，也庙口有的所在嘛佫有摇米车。灯伫台语内底甲添灯的灯同音，是查甫囡仔的意思，添灯就是坐子孙的意思。所以若旧年厝内有出新灯的爸母，因会特别做子孙灯挂伫新桥顶头，甲神明做伙出巡。这是有的所在风俗，就像讲有的所在已经结婚的查某人，因嘛会去亮灯卡，求神明互家己会当添灯生囡仔。也若讲到囡仔人举歌仔灯，这伫古早嘛有伊的意思。一个讲法是讲，因会举歌仔灯去请的先生甲点互倒，这嘛代表点灯，互因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咱讲歌仔灯嘛有的所在号做灯拿，古早的灯拿歌仔灯是拢去错竹啊，破做竹篾啊去编出来，后来嘛有用安线去做的。伊是先甲迄个歌仔灯的形做出来了，外口才固纸，因为内底是放真的蜡条。伫中华鹿港下顶环保庄有一个真趣味，应该嘛是真久的风俗。遐个囡仔会举因家己做的歌仔灯去踅街，也去甲店头家讲一寡吉祥的话，头家就爱搁赏因糖仔，也是送因蜡烛。这个做法就甲美国囡仔咧过哈罗威做相共。看到林阿琴老师一把元宵，就会互咱想起英国上元节的时阵举歌仔灯。也若即阵的囡仔，因应该是对哈罗威比举歌仔灯更较有印象啊。古早的上元节嘛号做小过年，我先伫遮甲大家讲新年恭喜。也若即幅图是真好找到，大家嘛会使看我提供的台湾美术馆的展览。台语讲台湾话这个系列是安排7幅图，也佫剩6幅图。过年了，我会找时间佫继续讲。大家若是对这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意见，也是有想要听的主题，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也若介意这个节目，请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也是追踪这个节目，也嘛请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若是要订电子报，要赞助寄付，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有连结。真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现在的妈妈，大家再会。